大家好，我今日會教你畫鼻加超嘅方法。首先，我哋要畫一個圓圈，好似我咁。然後喺圓圈裏邊畫一個細圓圈，即係咁。再畫多個細圓圈，然後喺裏邊畫個半圓形，好似咁。另外一邊都係咁樣，然後唔由半圓形，由其他地方。兩隻都係，然後中間畫個少少嘅，好似三角形，但係要由黑色嘅。咁樣，然後畫兩撇，咁樣，然後畫隻好長嘅耳仔，好似兔仔咁嘅，然後喺尖尖個位畫一畫，然後由咗尖尖嗰橫去，咁樣，另外一邊都係。畫一畫，再有顏色，然後再畫圓圈，然後畫隻手指喺度，然後圓圈。然後畫條眉，咁樣先。然後畫條眉，畫咗條眉好似我咁。然後畫一畫，咁樣，然後游咗佢。完成啦！